针对着国际争议的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今日表示讲，伊将来唔捌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另外，有双国籍引起讨论的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伊是有8岁出国参加会议，唔是要闪风波。那内政部今日是表示讲，经过调查，3组总共6个参选人因的资格，拢是有符合内政部相关规定的。大选目标肯定能源议题，国民党将副总统参选人去台南关心供电问题，就像空国批评执政党只有绿电，少数利益疏散的代志。在全世界都认为应该扩充核电的时阵，所违背世界潮流。为了把核废掉，天然气增加然后呢，绿电来不及就到处种，所以你为了这个光电的利益，你让渔民的利益损失嘛，他就没有鱼了嘛。为了他自己的那个很荒谬的一个理念然后呢，跟世界潮流刚好背道而驰。针对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最近互人质疑，莫放弃国籍个回复，强行失去参选资格。刘向空表示，萧美琴应该讲清楚。萧美琴也亲身出来回应。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所以也没有回复的问题。我这个美国籍在2002年就放弃了那手上相关的证明资料文件都有。我选立法委员也选那么多次已经经过考验。萧美琴插队召集第39台中为立委助选，同款也深陷美国国籍争议。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以调位身份主持维权委员会审查人工刑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了后，就处罚高度拜参加 COP28， 也能质疑是出国闪风头。因为这个公文其实在10月的时候，立法院的院长就发了，会是每一个党要求一个委员陪同代表立法院去参加 COP， 同时我这个会期也是卫环委员的招委，所以这本来就在我的行程上面了。针对国际争议，内政部表示，经过查3组6位的参选人资格拢符合内政部执掌的相关规定，内政部已经合乎中选会记者综合报道。